喂，Lunface，大家好啊！新年快樂，歡迎初次嚟到我嘅頻道啊！適逢《尋秦記》上畫，我都忍唔撚住啦，想同大家一齊探討一下佢套劇嘅精華，或者某幾個位我特別中意嘅，想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。係佢套劇喎，唔係電影，因為呢套劇真係好撚中意啊，好撚 do，好撚 do。我一陣同你講多啲關於佢嘅嘢。所以我都特登開一個頻道記錄一下自己對佢嘅熱衷。各位必須要 make sure 下着兩條褲啊，有用嘅，有用嘅。以下嘅內容純粹係個人嘅諗法，係好撚主觀噶。如果有朋友仔有唔同嘅諗法，歡迎一齊討論。因為我自己對歷史都刷下嘅。講到明先，本人係冇撚睇過小說噶，所以我係一個齋睇電視劇嘅角度去鳩噏嘅。講到鳩噏，講下主角啊！講真，本人30幾歲，睇撚咗咁撚耐 TVB， 其實都冇一個演員係好似做到佢咁樣噶啦，可以講嘢又 hea， 又好似幾撚鳩咁樣喎，但係又有啲幽默。點講呢？打個比喻啊，好似張家輝咁樣，其實我覺得有少少似張家輝嘅感覺噶，但係張家輝係一個個人電影喎。古生佢係一套一家大細菜電視機旁邊嘅連續劇40集喎，係入邊冇任何粗口喎，所以當時細個我都覺得佢係幾幽默㗎。喺劇情上邊，主角你睇佢好似好撚誇張啊，好識功夫咁樣，跟住諗一諗，咦又可以係啱嘅喎，佢係做緊資科，體能上一定好啦。另外佢一定係識一啲格鬥術㗎。智慧術啊等等嘅所謂嘅功夫啦，所以喺劇情嘅推進上邊，我又覺得好 make sense 喎。佢又唔係話咩打啲風啊，打啲雷電出嚟啊咁樣。不過又咁樣諗喎，屌你老味！如果叫我翻去古代，我識鳩秦王嬴政幾時登基咩？喂，我又知鳩乜嘢呂不韋啊、朱姬嗰啲嘢。其實我未睇過《尋秦記》，我係唔識呢啲嘢嘅咯。我真係睇完呢套嘢，維基一下咧，維基百科一下咧，屌你！但係你去到嗰度，你邊得維基噶？其實自己去到一定係死撚硬嘅咧，死撚硬。咪撚講我，講翻主角，佢又識得樹輪喎，幾多圈可以知幾多年齡喎，又識得點樣將個歷史行翻正軌，去諗到古代又識點樣用銅線去發電充翻電嗰個時光機。踢波又勁喎，又識得煎心形牛扒、心形雞翼，但係佢每一個細節其實都擺得好準確嘅，你唔會話喂咁撚勁嘅。其實真係好多，個劇情真係好撚多。咁其次講下林峰啦，喂，其實佢都幾屌喎。第一套劇22定24歲。我完全唔覺得佢係一個新人，一開始嘅天真爛漫市井之徒變成一個暴君，節奏帶得好順，尤其是係最後一集佢同項少龍喺宮殿上玩柔道個畫面，神情一轉變，哇，嗰個好深刻，嗰個好深刻，佢充分呈現咗秦王嘅冷血無情啊！同埋佢最後選擇咗追殺項少龍呢一 part， 其實我係有細心諗一諗嘅，因為呢一 part 歷史係冇噶嘛，你係冇得參考噶嘛，但係又好 make sense 喎，因為佢就係知道項少龍係唯一一個知道佢嘅身份嘅人，佢哋大家但係又命懸一線嘅喎，喺寵愛個心其實又真係好想殺佢，但係又驚殺埋自己喎。而當刻佢嘅心唔係諗緊啊，自己應該係我師父嚟嘅，我唔殺得喎。其實幾過癮嘅，因為你代入翻你自己，喂，呢個係我係趙盤喎，我唔殺得師父喎。但係佢個劇情同埋佢都做到好好，又真係好似呈現咗佢真係一個秦王，係冷血無情。佢完全係冇諗過嗰個係師父。就係要殺佢，所有嘢都講得好通嘅，你又唔會有嘢駁到佢，
到最後啊，大家有冇諗過一個點？其實係一個因果關係呢，由頭到尾都係一個 circle。項少龍從來都冇離開過2001年啊，冇走出過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由佢選擇咗翻過去拎住個時光機，然後再移喺秦朝一舉一動之後，然後佢再決定咗留低啦。咁留低咗之後，佢又一個不慎又擺低翻個時光機，做咗未來嘅線索。咁等同於佢又再出世咗喺2001年，唔係出世，生活啦。咁佢又要再翻去，又係攞翻嗰個時光機，明唔明白啊？佢好似係冇走出過2001年咁樣，佢又去到2001年呢個位，佢又選擇翻過去，再行翻晒所有從頭到尾扶持認證啊，再同啲老婆啊等等嘅，再生項羽啊，然後去到好多年後又翻01年，佢又選擇翻去。咁項少龍嘅一生其實就係每一個環節都係一環接一環，但係最後都係去到原點，輪迴再輪迴，重複又重複。呢一個點我覺得係比較有趣嘅，喺套劇入邊，我係諗到，唔知大家有冇諗過呢？成套劇第二個點我最中意嘅就係既然項少龍咁勁，而佢同秦王又冇一齊消失，即係理應係存在啊，應該係要名留青史。點解歷史書係冇記載過項少龍呢個人嘅呢？哇！佢最後係由李斯去推薦大王呢個方法，真係成件事順晒。佢可以用第二段歷史去連貫翻由頭到尾點解冇呢個人出現過嘅，而代入翻身為現代人嘅阿樂仔好似真係明白咗歷史書秦王嘅殘暴。哇！原來係為咗自己。呢單嘢我係起晒雞皮嘅，其實係。我相信好多人都同我一樣係好中意呢一 part，因為佢真係好順。哇！原來焚書坑儒係為咗自己，即係如果你企喺古天樂嘅角度，係幾咁浪漫啊！屌你老味！最後啦，最欣賞嘅點就係佢取名。喂，原來姓項有關係喎，項羽，但係唔係由古天樂自己取名喎。係由 David Bowie 佢個仔自己取名，話叫做阿羽喎。咁秦王係由古天樂去推崇出嚟嘅，而佢個仔係推翻秦王。哇！即係神又係佢，鬼又係佢。咁再諗翻一層啦，咁其實每次一個 circle， 古天樂都會翻去秦王，咁其實係由佢推秦朝出嚟噶嘛，係由佢推嬴政出嚟噶嘛。但係每次01年佢翻去，佢都未有秦王噶喎，感覺上就好似一個雞同雞蛋嘅分關係啦。咁其實係秦王係秦朝誕生先啦，定係由古天樂去創造出嚟先有呢個秦朝呢？因為每次都係要由古天樂翻去先可以做到嬴政出嚟噶嘛。咁所以其實喺呢個故事入邊，秦朝唔係歷史喎，係一個輪迴，每次都係由古天樂創造出嚟嘅。唔知有冇人同我一樣係有呢個諗法呢？呢幾個點我自己都比較深刻啦，都會有細想嘅空間。如果有朋友仔係有邊一 part 係認為係令到自己可以起雞皮嘅，不妨分享一下。可能我都有遺留過好多細節係值得回味一下嘅。嚟緊我都會再次追多次套劇集噶啦。如果有朋友仔需要重溫又冇時間，歡迎留翻個 emoji。我睇下有冇時間去做個精華版本俾大家一齊 pick up 翻啦。想話啦，套電影爛唔爛都好啦，一定要支持，一定要入場。我諗喺得到聽我鳩噏嘅人啊，
都有翻一定嘅年紀噶啦，你唔會19幾歲又聽我講嘢啩，所以一定係要支持噶啦。到時睇完之後，我哋再一齊鳩噏，祝大家新年快樂，下年見，拜拜。